大家好，目不暇给，大器晚成，用闽南语如何表达才贴切易懂？来，跟我一起走进古早话推广协会吧。成语甲台语对照，大器晚成。这句台语要安怎讲？大只鸡慢啼，咱做伙过来念一遍。大器晚成。大只鸡慢啼，目不暇给。这句台语要安怎讲？看甲目睭无转轮，咱做伙过来念一遍。目不暇给。看甲目睭无转轮。学习如何把成语变成闽南语，让你在沟通更练邓、更自信，很有趣哦！请听，请看，请订阅。